也继续要来讲这个清明节，有真侪地头拢有食润饼糕的传统。台南新区做润饼皮这间老店，公孙啊三地人10外个总动员，用16个煎盘来赶工。 清明节伫要到啊，润饼皮需求嘛开始增加。伫新市传统市场做润饼皮理长郑明堂，动员规家伙啊做孙仔三代10外人，要来应付民众的需求，甚至有8岁囡仔嘛徛伫边仔学习。因为今年较特殊，4月初3，4月初5，拄啊2个节日，拄啊顶个日。 这足久那拄了一届，所以今年的需求会足强啊呢。另外一边，甲做好的润饼皮包做润饼糕，业者讲，只要到清明，逐工拢会传780斤的润饼皮。阮会当食差不多780斤的皮啊。因为永年排队买的民众真多，今年嘛提早开放，予大家注文，而且嘛免钱送润饼皮，予你来的弱势团体，希望予因感受到社会温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